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3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坚。新闻一开始，先来看泰国首都曼谷的北部一间酒吧昨半暝火烧，目前已经上报27人死亡，超过60个人受伤。有走出来人讲是舞台边的安全开关先导火，详细原因阁爱调查。医护人员对酒吧内底甲罹难者遗体扛出来，路边救护车已经停甲停边。这场大火灾发生了后，泰国总理安努廷随赶去现场了解状况。I asked one musician that happened to be on the stage when the incident took place. He said that there was a fire at the cutout switch. And after that, things happened very quickly, and there was blasting, and everybody tried to flee themselves from the smokes and the flame. 泰国当地时间翻点过7月13日时，首都曼谷北部恰图恰地区一间连锁酒吧熊熊发生火灾。因为酒吧生意真好，代志发生的时，内底消费者客甲甜甜，真侪人袂负走，火火小死。对民众翕落来的影像显示，大火直直为酒吧正门烧出来，互真侪消费者走去后壁的便所。虽然警消人员敢若用半点钟的时间就把火拍花，也毋过火势拖了上紧。搜救人员入去酒吧了后，伫后壁便所发现上侪罹难者。泰国警方甲监视小组当咧透过现场留落来的证件比对身份，详细的罹难者消息有加，就爱较晚才会当公布。因为恰图恰地区是真有名的夜生活甲娱乐的所在，所以也无排除罹难者当中有外籍因素。同时新闻警员请备役。今日伫咧云林南内平顶村2024年，因为凯美风台有发生崩山，到当时夜里时间。不过地质是真无稳定，这几天又搁崩起，在地617个人暂时退离开。大雨一直冲原本真起的山坪，出现大片的崩塌，宽度差不多30公尺。道连边啊庙寺的地基也真危险。云林南内乡平顶村这个山坪，第104年凯美风台时阵就遭到重创。县政府进前已经争取中央在后福建经费来办理复原，不过因为地质真无稳定，崩塌范围依然继续扩大。这个地形啊，还有那个土壤一定不行，所以说现在改变方法。整个的工法可能没有办法做一个护坡或是这么简易的一个隔梁的方式，而是要用基底打桩，用阶梯式的强劲护坡这样的一个工法。官府表示，为了安全，5月时阵已经有风险安置554人，即马灾情更加严重，目前安置人数已经增加到557人。另外，第2轮11透早5点左右，一个姓柯的云林人骑机车经过156关道沙地厝往屯北路段的时阵，路树熊熊倒去，人甲车拢互树身地掉咧。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救援，好在在送医了后无什么要紧。协助脱困之后。那做一个包扎止血跟固定，那上担架，那患者是一名女性，她意识清楚。彰化市区的民族路一栋木造的楼厝，长期无人住，也无修理，为堪要风台大来强风，11透早2点外熊熊倒去，疑似扭到电线，当场个庆祝火焰。靠这风水多多了，预兆有预感啊。彰化旭光路一栋5楼透天面体，11透早2点外传出火警，因为多是风台暝，强风之下造成火势3到5楼，拢庆祝真高的火焰，警消赶紧去救援。因为铁门伸锁，我们使用的破坏器材将原厂所以就将铁门给锯开这样子，可以进入扑灭主要的火势。另外，彰化各地也有真侪件路树倒去的案例，亲像彰化市永安街这个新起的大楼，头前的造景树仔倒去，占用一个车道。伫个建国北路的这丛树仔也出去跌到一台自修客车，好在无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8位风台离开台湾，今日各地高温是32至34度，吹偏南风，要落雨时阵会较翕热。咱来看温度。这两天伫咧南部、东南部可能会落这短暂雨甲雷公雨，尤其是东南部甲恒春半岛甲部分的山区，雨会落较大阵，嘛提示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
因这个风台这挂月环流，高雄的山区桃园高中里累积的雨量有达241毫米，嘛造成这南海公路圣景桥下底暗坑规个放起，米兰部落这边坡崩塌，大量的这土埋水流入去人家厝，嘛造成损失。暗港算过山坪，土梅瓜水一直流落来，包围风台外围环流，也为高雄山区带来真大的阵雨。地处桃园区南园公路3段的圣景桥，下卡暗港和大水冲派。圣境桥是方便施工跟紧急联络的一个道路，人员的进出跟一般车辆的进出是没有影响，但是在工程的部分，30吨以上的车辆就有影响了。桥面因为大雨崩塌，工程车无法度通过。高雄市政府评估山区的雨量恐惊有250毫米以上，宣布桃园、南马社、茂林、嘉新也有6区12停班课。气象署统计，桃园高中里2天累积雨量差不多241毫米，大雨地区米兰部落一个山坪土石崩塌。昨天来那个土都在中间嘛，还有下一点雨的时候就直接就冲下来了。单独墙一定要加强，还有这个水沟方面要清啊，水沟最重要。土梅瓜水甲土石冲入去民家的农舍，好佳在自好前一天烦恼的危险，家己撤离，才无造成伤亡。12透早处处找怪手来协助清理，看真侪农机具去互土沙砍去，农作物嘛冲了，处处一家伙拢真唔甘。抽水马达那种都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就早上就马上就是请告我们这边有那个刚好有人有自己的那个机具，所以我们就马上抢先用啊。然后我们刚刚在这边施工的时候，它有第2次在快。正大的阵雨，地处土石松软，搁因为山坪的水沟啊去互土石踢去，这个土梅瓜水才会冲去农舍。都惊恶梦电影，区公所表示，天后天气较好，就会派人到场勘查，赶紧抢修挡土墙，也甲排水设施。记者采访报道。今日咧家己的烦恼受落树去互这大风扇倒去，也落草167线受车因为落雨处气去弄到电火条，也伫咧北港大桥工人泼落水，消防是继续咧搜救。怪手出动，要甲倒伫路面的树丛清掉，包围风台甲家己山区倒下来超过300毫米的雨水，番路乡家己道159架线，边坡的树丛拄着强风大雨雪倒落，地处交通断站，边地北港大桥传出有查甫人伫水里，搜救人员赶紧坐救生艇伫北港溪搜救。一名男性，53岁，失踪，决定吊挂船艇下水实施人命搜救。左车走坦车煞去弄到青红灯，风台天路骨溜，落草第37线甲167线路口发生左车出去弄到青红灯的事故，加载驾驶敢若轻伤。民众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于台山7线167线路口右转进入167线时，车体疑似打滑，撞上交通号志杆。边仔互风扇甲夹叫，布棚嘛叫风吹走。台南万里保安宫这日周末举办普渡甲造就的活动，所风台来作乱，地处边仔这款设备害去，活动袂当取消。庙方讲会先拆铁架，确保安全，照常普渡。看下晡，若无雨无风，阮就甲摆落，安尼较美观。若真正风倒头，你摆就会损失更加大。甲落来砍棒掉咧，准备要再走。南部沿海包围带来8级以上的阵雨，安南区海淀路点头的砍棒规条风吹落去。高雄虽然风雨无大，不过强阵风共款带来灾情。林雅区行中1、2路路牌倒伫涂骹，边仔点头2楼塔坑嘛落来，洪山5甲国小工地铁片位置共款倒喺边仔。昨天晚上比较严重，昨天晚上就其实因为我们住楼上而已，就有听到说就是东西吹倒，然后还蛮大声的声响。民众经过洪山国泰路，就看到人行道顶头的树丛倒喺机车道，赶紧派人来现场刷掉。大寮嘛出现强阵风，公民路一个青红灯载去无预警就倒来，加在迄阵无人甲车经过，无造成伤亡，市场嘛完成修复。记者综合报道。即届风台在屏东牡丹乡甲满洲乡的阵风受到14级以上，是全台湾上强。也伫恒春这阵风要到11级以上，这风台天也是真侪人无咧惊，无够安全走去海边啊，互海巡是无用咧走床，四界去扛。强风掀甲玻璃窗蹦蹦叫，互垦丁的游客拢惊一条。包围风台到外围环流影响，屏东牡丹湾州出现全台湾上悬14级以上的阵风，附近的恒春地貌11级，搁加上落大雨，民众甲风头好强的画面翕落来。早上的时
候8、9点，风势最强，风强宇宙。那目前有稍微缓和一点，那预计在傍晚的时候会更好一些。从杭州一带海影吵好，喺船场岸边可看看影的民众离开，游客拢无咧惊强阵风，真侪游客来到船畔洲也是南湾一带。虽然南湾的海沙坡已经封锁，强风一直甲沙架起来，为游客用衫看头来看海影，无按北部路南来闪风台，结果伫龙坡公险啊，徛袂在。我们都北部人啊，知道那边风雨大，我们就往南下这样子。刚看到有一台车，那个车门差点折断，这样。应该避免户外活动，防范露宿，以及不坚固的建筑物都要把它固定。那如果在行车中，如果遇到强阵风的话，也寻找安全地点停车避风。车声无好，不过现强风，机车徛袂在，汽车歹开门，各民众无啊去风吹去，赶紧走去叫帮山甲崩了，除了强风，还有一阵的大雨。汽车伫路里拢爱减速，慢慢啊行。一个出日头啊，一个就个风较好啊，风嘛足大，雨嘛足大。若是恒春半岛，共阮伫海边的东港，再去个餐厅厝尾顶的布棚叫强风吹开后去，加载阵店头无营业，无造成安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包围风台离开台湾是直接扫对中国去，这中国浙江沿海是透风落雨水棒山做大水，因为这外围环流影响，中国的北京甲天津拢可能会落大雨。海面呢，勇士平台和大鹰车架游来游去，包围风台离开台湾了后，直接对中国去，伫浙江省沿海引起大鹰，甲本数拢吹来有够多。开始了，真正的台风开始了。包围风台来势真凶猛，浙江省实施大规模防灾计划，提前撤离沿海甲较低所在，大约200万人，真侪店头甲大门锁起来，沙包贴不好，要人伫出门口绑这篷布，加强防范。这次的话，好像是说要直面登陆，那肯定是对我们生活影响很大嘛。就后续就希望他快点走吧，不要停留太长的时间。担心的话还是会有一点的，因为之前一直在别的地方嘛，第一次也是来温州这边工作。抑过包围风台在夜伫半暝2摆伫浙江省登陆，当市中心上大风速达到每秒40公尺，相当13级风。大风大雨造成真侪树仔倒去，山区土石流，抑个真侪所在积淹水。连隔壁上海也受到强风影响，第一悬楼，上海中心大楼内底动1000栋的索尼器拢真罕的海震动。因来包围风台登陆了后，强度虽然慢慢减弱，抑过外围环流继续对中国北方带来真侪水汽，亲像北京、天津北部，抑个河北、中北部这所在，拢已经出现大水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真侪人办退休，新人阁提早离职。去年公务人员总人数36万桶，7年来上介少。即马公务人员真侪阁技术新官，有欠人的规矩。过来是《自时报》，中华一个未成年的查甫人去做诈骗，骗人200几万。因为未成年，这反而是查封因老爸厝，为着要甲这间厝保掉，老爸怎爱代替囡仔甲骗人的钱总吐出来。最后是《联合报》。菲律宾对中国南海的采掘案满10周年，在菲律宾甲美国、日本14国联合声明，强调这场采掘有效。中国外交部是批评讲，根本就是一场废纸。因讲到这10年前，国际法庭是裁定讲，这中国南海的主权主张无法律的依据。本地这菲律宾的渔民是掠准讲，总算会当转去掠鱼啊，却不受到讲中国是完全无诚真，派海警出来阻挡，高达双方也是一定的冲突。天也未光，马星洛克港的渔民已经全好要出海，100多公里外的黄岩岛是因世代讨谈的市场。10年前，菲律宾伫南海仲裁案摕到历史性的胜利，当地渔民真欢喜，就是讲会能够转去这片海域掠鱼。Masaya ako na nanalo nga tayo sa tribunal at pero hindi ko nararamdaman ang pagkapanalo niyan kasi hanggang ngayon ay hindi pa naman kami malaya na pumunta ng Scarborough。当地渔民讲，仲裁案的胜利有写入去国际法的教科书，不过并无改善因的生活。即马因被票所地行庭，改去近海掠鱼，亦个去兼其他的头路。Dito sa West Philippines dahil diyan sa mga ginagawa ng
Chinese Coast Guard na pangharas, pambubuli sa mga Pilipino mangingisda. Sasalubungin ka na ng barko ng Chinese Coast Guard, pipilitin kang palit.2016年7月12日，大家详细仲裁发现做出历史性的裁决，否定中国用九段线做基础的南海权利主张。这边连接东亚甲印度洋的重要航道，唔但战略地位重要，每年也有几多条美金的国际贸易运输。所以这项裁决被认为是国际海洋法的重要里程碑。不过北京无接受这项裁决，也唔承认伊的法律效力。在过去10年，自黄岩岛到仁爱暗沙，中国甲菲律宾的船不时发生冲突。中国的海警也几多遍用水炮、照雷声，也有危险的炸弹等方式，阻挡菲律宾的船入去争议的海域，和南海的局势一直正紧张。今年菲律宾拄好是东协的轮值主席国家，积极推撒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不过，这项谈判几多10年来拢无突破性的发展，甲这寡外交声明也个国际法条比起来，马新洛克渔民更加希望的是10年前赢的迄场官司会当互因国登去黄岩岛。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辑。国际上紧来看，美国甲伊朗的停火协议破局，美军是第3届发动空袭，讲是因为伊朗又搁去拍一只商船，因这伊朗是表示讲已经发射飞弹去攻击美军基地。伊朗是放出一段影片，目前也唔知是真也是假。不过有科威特的官员表示讲，境内这美军的基地遭受到飞弹的攻击。美军是强调讲，新一波的空袭行动有锁定140个伊朗的军事地点。同时，伊朗也表示讲，已经启动全国的防空系统来应对。继续来看，美国共和党的大挑参议员葛瑞姆登基来坚定支持咱台湾。即马有消息讲，伊伫礼拜六访问这乌克兰带转来，伊伫处理心脏线雄雄顶起，享受是71岁。美国总统川普甲各界拢表示哀悼。美国国会参议员也是总统 Trump 的政治朋友葛瑞姆，美国时间7月11日暗时，因为突发疾病心脏停气过身，食到71岁。葛瑞姆捌3届访问台湾，其中上受人注目的是2022年带跨党派代表团见前总统蔡英文，真侪当来伫国会大力推动友台的法案，小挺台湾防卫甲国际参与。咱总统府也发声明哀悼，表示台湾失去一个真重要的友伴。If America abandons Taiwan, it will change the world fundamentally for the worse. Who would be our ally in the future? 毋但是挺台湾的代表，葛瑞姆佫较是美国外交鹰派的指标性人物。伫伊死去的前一天，才拄伫基辅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诚做是伊最后公开的身影。Help Ukraine be more lethal. Let those supporting Russia to know it's going to be a price to be paid if you keep doing it. 美国总统 Trump 虽大文哀悼，俄勒葛瑞姆是伊所熟悉的上伟大的人甲参议员之一，是一个做工课无咧休困、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了后，伊遂下令全美国累半期致哀。葛瑞姆伫2016年大选的时，捌公开批评 Trump， 也毋过后来真做是 Trump 伫国会上忠实的朋友。And a friend of mine for a long time. We don't always agree, but that's okay too. But he's a great guy, a great politician. 包括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等等各界拢有表达哀悼。伊的离开也结束30多冬的政治生涯，也互台北甲国际外交舞台失去一份出声捍卫自由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加拿大多伦多一年一届拉丁音乐节，今年是有13000人来参加。不过现场煞雄雄传出庆声，有2个人当场死亡，6个人受伤。这警方是表示讲，可能是有2派人起冤家才会开枪，目前也在抓人。警车同行装甲车甲救护车来去去，警示声为现场带来紧张的气氛。多伦多已经举办22届的街头 party， 圣克莱尔街扫沙舞节，一向是合家同乐的文化音乐节。不过到当地时间暗时8点外，人阵也真济时阵，现场煞发生连续的庆声。Empecé, te lo prometo, llegamos, todavía la música tocaba, estaba bailando una canción, 2 canciones, a la hora de que llegué, que habré llegado entre las 7 y las 8 de la noche, más o menos, se acabó todo. Llegó la policía donde estábamos, llegó la policía literalmente donde estaba el DJ tocando con un arma larga como él mismo, de su tamaño prácticamente, y nada, se acabó la fiesta.
警方局部随赶到圣克莱尔大道西边、甲阿灵顿大道交叉路口的抢劫现场有封锁线，搁找到2支作案的枪。不过，大家认为，若一个枪手，因早就无看人影。I mean, just the brazen, despicable quality of this exchange here, the amount of danger to the members of the public, as the mayor commented, is just so unacceptable. 警方发现差不多有3个犯罪现场，而且推测可能是2派人马伫相拍。不过因为现场人真真济，调查难度真悬。多伦多市长周志辉嘛呼吁民众提供线索。I urge people that have footage or have some information to call the police. 虽然枪手拢下落不明，不过警方表示，这不是传统意义上间接活动的枪手情形，所以公众安全未持续受到威胁。而且加拿大的致命性枪械暴力事件，至今也有增加趋势。较无3礼拜前，蒙特罗早发生一件枪击案，枪手伫枪杀一个人了后，甲警方枪战，造成枪手本人死亡，甲环境一个损失，一个重伤。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火烧山造成12个人死亡，还有23个人失踪。因为这地区有真侪是外国居民，罹难者也多数拢是外国人。消防单位也继续咧找找这导火原因。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行伫草皮内底，上准导火的所在伫拍火，现场全全是乌烟。这场发生伫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野火，已经造成12人死亡，23个人失踪。当地媒体讲，这12个死者其中有4个是死伫烧掉的车内，因可能拢是英国人。另外7个人是想要逃走的时死亡。第12个是徛铁要去互火烧掉，因为这个所在的民众大部分拢是外国人。当地的紧急事务厅表示讲，真有可能大多数也是可能全部的受难者拢是外国人。法新社报道讲，虽然导火的原因搁伫调查，不过报警的人讲是一条落来电线致使导火，火势是炭了真紧。这摆野火是西班牙历史上上严重的野火之一，当局出动上少150个消防员，甲220个军事应急部队的兵啊，除了封路，搁疏散1000个民众。有英国这个居民讲，接着疏散通知了，互因感觉足惊吓。The police came and told everybody to leave, so we all just packed a few things, passports, and just came down here and met here with other people. Yes, and a change of clothes. Then we stayed here for ages. It's a very sad day, isn't it? It's not good. It's devastating, really. We only just escaped the fires last night. We had to go back on the rural roads, and yeah, it was quite terrifying, really. 当地居民嘛表示讲，附近的居民陆陆续续去疏散了后，惊吓的情绪却开始伫个居民内底生团。有一个居民互踢到临时庇护所，困伫临时的眠床顶头。不过有一拨人因为惊到无法度困落眠，甘愿匿伫个家己的车内。公视新闻新乐杯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以色列是搁再对加沙发动空袭，造成上无6个人死亡。哈马斯的领袖即马已经前往埃及，针对这和平计划第2阶段进行协商，目前是也无进展。伊拉克政府发言人表示讲，这总理蔡迪今日就要出发访问美国，双方是按算要签石油加天然气的协议。伊拉克准备甲这美国企业来合作，提升因国内石油的产能。越南官方媒体报道，拜六一架载印度游客观光船伫咧布国岛附近冰船，造成上无15个人死亡，可能是应收大才会造成意外，这详细是搁爱调查。继续来关心这中燃油有致癌出问题油，这台中市府昨是搁在公布第3批名单，包括国强精华、绿福开发、甲路易莎等等，有200多间业者。另外，还有这泰山送检的油，因为甲样本检出来有差，所以暂时是无公布结果。泰山所检验出来的一个调和油，那么它的检验标准呢是超过我们的安全标准。中联所存留的这个样本比对它的检验结果是正常，之间有落差，资料是不一致的。外交部长赵宗良表示讲，因为检的结果有争差，可能是咧抢样本的这过程都有问题，或者是讲这检体有造假情形，即马会来详细调查，相关的产品一律拢先落市。
受到风台影响，这大学的分科测验延到今日拜一甲拜二的考试。今日考第一天是考物理，加这化学、数学、理组加生物。大学中心嘛提醒讲，爱记早身份证来考试。风台结了后下晡，考生调工到师大附中来看考场，包围风台来大学的分科测验对原本的拜六礼拜延期到平常时的13、14。大考中心开放礼拜下晡4点到6点，互人看考场。考生把握时间了解这个考场的环境。家长是讲会请假备考。小朋友的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说任何事情都要先放到一边。因为延后到周1、周2嘛，周1、周2是上班日，然后就是一定需要请假这样子，就还是得要请，没办法。辛苦了，谢谢你们。慰问假日来摒扫学校的高中学生，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是到阳明高中视察考场的整备，了解设备是否都正常来使用。这等于是发考卷。那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上返到新北高中视察考场的学员的情况，讲学校清理是上重要的，请环保局这单位全力来恢复学校的环境。因为8位台风刚刚过，我们从昨天半夜就连夜整理。为了应用考生能够顺利有一个优势的反省。教育部讲，经过各考区一个确认，已经完成财损复原、市场的布置、测试这工作。大考中心是提醒考生一定爱查身份证甲入场的识别证，准时来考试。记者综合报道。第二个消息，继续来讲到这届风台天，高雄又有民众走去西雅湾来取影。虽然讲这届西南部海峡是无列做警戒区，不过也是要提醒观众朋友，这若风台天就较莫去海边啊活动。风台拄过礼拜一早起，高雄西雅湾也是有长影，有真侪爱冲影的人来现场冲影。因过前一天，高雄因为陆地风势甲雨量达到标准放风台假时阵，未阿嘛有人伫西雅湾冲影，警方甲海巡接到报案来请引走。民警催导民众上岸。依昨日中央气象署公布资讯，台湾南部海域尚未列入警戒区域，因此高雄市政府灾害应变中心所发布之禁止进入海域公告，当时尚未生效。海巡甲消防局讲，西南部海峡10月并无列入警戒区。所以市府无公告禁制令，有网友讲风台天冲影危险，不过介意水上运动的人看法无同。不需要限制这么多，因为公告摆在那里，大家都是大人了，自己要有判断力。这个浪我可不可以，是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自己去判断。因认为，算水上活动应该有安全判断能力，爱替家己负责。防灾海警认为，高雄10月无伫咧风台海境甲陆境范围，只会当依照灾防法决定是不是要管制。风雨状况预报比较强烈，而且在路上警报的警戒区就一定会公告。所以，如果是高雄的状况，就代表说，第一个风力没有那么强，因为我们不在警戒区范围，当然可以有权利不公告。因为相对的风险没有那么高，民众觉得危险就自己不要去。西雅湾普通时就真侪人来遮耍水。海洋局讲，虽然无列入警戒，不过考虑到安全，西雅湾南海角头的海峡也是有管制。海巡提醒民众，风台时啊，海上变化真大、真危险，上好是莫去海边啊耍，保护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咧来这届家己是无造成重大灾情，不过伫咧山区是有树啊倒去，甲线路拢地歹，嘛造成讲这家己有万挂雨龙失电。另外，这阿里山游乐区今仔是已经搁再开放啊。台电的工程人员趁着风台影响无大，陆续出发来进行复电的工作。包围风台对家己地区无造成严重的灾害，不过伫家己县的一寡乡镇也是有树啊、雨风吹甲断去地歹电线。加强家己县13个乡镇有11000多户来断电。中度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风豪雨，导致嘉义山区及沿海地设备受损。嘉义地区累计曾停电将近11000户，本处已于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台电家己高处指出，这个停电的所在主要伫家己县的中部、梅山、阿里山、大埔甲竹崎这个山区。发生的问题较侪是断的树啊、地歹电，也是造成电火条起去。现场加强派出50车次，100多名工程人员，伫11分点左右就完成复电的工作。电力抢修必须依据主干线、分歧线到低压线的系统性原则循序推进，无法针对个别用户单独复电。如果在路上发现有电线掉落，
请勿自行捡拾或碰触，应立即拨打1911通报台电人员处理。另外，受到风台影响，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为七十度已经成休航。原本12要开航，不过阿里山区在规港累积免200毫米的雨量，向山区头目甘水造成落石的风险，所以12继续维持休航，会阁看天气甲现场状况，评估开放的时间。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苗栗通宵的南华社区业者是讲违法的囤大量的土石，4月初时大雨已经造成灾情，在县府嘛已经下令停工。不受到讲即届风台来，又搁到现场违法的偷挖，当场就抓到2个怪手司机依法上班。查缉人员会同警方入去囤土石的现场，要求现场人员随停工接受观察。了解一下，你是对我迄边迄个啊？对，回到我搁遮来哦。我即摆即个要甲查一个方法，你知影？无，先等一下再用好。现场拢是大型机具，业者搁叫沙石抬选机来，标了通宵即搭沙坪互小摊的业者违规囤真侪土石。今年4月下大雨，大量土石直接冲入去附近的人家厝，严重威胁社区安全。向时毋若互县府命令停工，标了检方也搁咧侦办。若即个月初7，业者搁伫咧风台要来进前，搁再派人进场违法施工。为业者人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伊较的伊一定会土会松啊，松啊，雨来就袂落啊，袂掉水啊。会紧张啊！附近民众表示，因为4月的大水雨，地势灾情严重，县府嘛赶紧乌引水道，不过根本是治标无治本。这回业者搁伫咧风台要来进前，继续违规偷挖，就惊土石会变较松软，会互风台造成的伤害扩大。警方嘛将现场所有生产力的犯罪工具扣押，当场逮捕涉嫌人，并现场查扣9部大型施工机具，全部移至警察局拖吊场存放。除了查扣机具，警方表示未来嘛会继续结合县府加强巡查，只要发现违法违规偷挖，就会随依法严办。检调嘛会继续追究业者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影伫咧宜兰是有不少工地电缆线拢去用偷剪去，警方展开调查，抓到一个嫌犯，伫因兜毋但找到电缆线，佮敲到毒品，依法来上班。对监视器看到一个查甫人骑脚踏车来到一个工地，甲工地内边的电缆线放伫咧脚踏车后座了就离开。宜兰县6个有几落的工地电缆线互人偷摕，警方伫咧工地埋伏，要伫一间脚踏车店，发现来店内修理脚踏车的4、5个查甫人嫌疑重大。各对监视器看到这个查甫人摸偷摕来的电线，坐计程车去回收场，欠当卖钱。伫嫌犯大的所在，除了敲到电缆线，也佫敲到劣质毒品，并持搜索票前往犯嫌住处执行搜索，当场查扣第2级毒品、吸食器及疑似盗窃工地电缆线3大包，约32公斤。警方伫嫌犯大的所在查到3大包，差不多32公斤的电缆线，初步估计市面的价值有到6000。因为嫌犯是伫辖区内随机建工地犯案，受害工地毋但一个，警方伫新楼甲4、5个嫌犯上班。警方讲，工地因为放真侪金属的材料甲施工设备，容易真侪贼仔的目标，业者就要加强门禁管理，将监视设备甲暗时顺手，降低着贼偷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南台湾大细事来看，这高雄市武庆路一段路坎坎坷坷，短短垃圾公车就四界咧补尾20几，引起在地批评。这市府是强调讲，按算7月底就规条乌条定做。高雄市武庆路是统前镇林仔寮、凤山3个大区的重要道路，不过武庆3路一位短短60公尺的路段，所有22点仔加补丁，互当地民众笑讲是补丁大道。居民讲，这条道路已经10多年无翻修，坑坑坎坎，互骑机车甲用路民众拢真危险。后摆莫搁算迄补丁啊，袂着断路，钱咧清真正会疼。会知影补会补就再见啦。我是曾经有过一次啊。然后台风天，然后就有淹一点点啊，结果就骑过去，蹬那窟窿吧，整个人都昏迷了，然后害我骨折。道公处说明已经在进行公线协调会，7月底进前就会当施工来改善。我们会再去精进我们的一个跑铺包括我们的一个修补的方式让那个
铺面会比较平整。另外，高雄市有名国际观光景点蛤蟆星铁骑路文化园区南北向的木栈道，规年烫天日头拍过南雨，早就已经起徛过晓摊。游客甲当地居民拢有向政府反映，对铁骑路甲亲子园区来讲，保定市的维修方式唔但歹看头，嘛真袂安全。只有骑脚踏车的时候比较不方便，走路比较不影响。你常常没有修啊，因为如果下雨什么，它就是会有故障啊。那是很正常的。文化局表示，已经向中央争取经费，并向市嘛加派人员巡视，伫第一时间通报维修，维护园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的永安是有业者咧开发日龄的相关设施，因为这工地附近出入拢是这戏群啊，所以讲去在地讲爱交300万的过路费，若讲讨无钱，就要甲路挖好断。这业者是报警，即马检方是依照恐吓处财未遂罪，甲这个永实户甲起诉。车怪手甲车路挖空，无爱互日龄工地车辆出入，徛伫怪手边的查甫人，就是涉嫌对日龄公司讨钱洗黄的养殖业者。日龄公司讲，因伫111年申请许可，来高雄永安遮去设立养殖的日龄设施，因为出入卡路会经过鱼温啊，这对洗黄的白仔都用鱼仔的警示等等的理由来要求因爱付钱。头期生受讲洗黄的阿伯已经80外岁，所以112年就摕200万补贴伊，想要到买手食好在滋味。114年过来讨，买手讨无。都想办法，无爱回因时间。他说什么他的鱼都死掉啦，什么有的没的，然后我们猜他损失多少，然后因为我们也去开了说明会，那他在说明会现场，他也在那边，就是有一点带头说啊，我们这样做不行啊。这鱼啊，计单互你估计，啊，你估计你就估计80万条，我嘛无含你讨价还价，我嘛无啊，对不对？啊！你到尾生仲生卡，生我老生230万啊，我170万啊。业者付洗黄的白仔200万，到底是补偿金，还是过路费？双方各有讲法。不日个检方调查，洗黄的白仔112年摕到200万了后，114年佫要讨钱，讨无就甲车路挖断，还是甲出口踢起来。这款行为已经违法，按照恐吓处财等罪名，甲这对白仔甲洗黄的怪手司机起诉。被告涉犯诈欺取财、恐吓取财未遂及强制罪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日龄公司业者表示，因照规定申请许可去设施，无想到会碰到这款诈路讨钱的代志。买手嘛是报警了后才知影，原来路地是国有财产属的，阿伯只是租地饲鱼仔，因根本无需要付这条钱。记者柯家族邱阳高雄场报道。伫咧日本也是韩国，拢有海女文化。伫咧咱台湾的讲仔寮，也有几啊位海女。只是讲即马时代变迁啊，已经真少人咧做。有海女阿嬷是表示讲，希望少年人会当转来传承。穿创水味的衫，甲大石顶面的海菜挽落来，这是新北讲仔寮的马公渔村，也是台湾上东边的城镇，人口无100人。毋过伫马公的大石顶面做工课，今年72岁的吴凤娇阿嬷，就是全台湾真少数的海女之一。海女就是到海去讨生活，就是海女呀，对不对？无论你会潜水还是不会潜水，都是一样的。伫马公海女会到海岸边挽石花，这种咖啡红的海菜，生活伫海边的大石顶面，甲伊挽落来了后，拍打轻轻的过日，就会变做大家知影的石花菜宴。海女这道对日本时代就有，自当时石花经济效益开始放看中，毋出海的渔船女性就会伫岸边来捕海产、趁外路啊。因为石花生长的位置，台湾的海女真侪是伫海坪活动，毋是亲像日本还是韩国的海女爱呛水味到水底去掠鱼。我们都大概都70几了嘛，在做也没有几年了，希望说有一些年轻人回来传承下去啦，因为这个是，这从日本时代这就是都有的嘛，对，很久以前都有了。时代的变化，海洋资源也愈来愈少，真侪少年人无想要做这道，这个专业也渐渐消失。目前伫马公，敢若剩4位海女搁咧做事。不过，虽然这几位海女阿嬷无一定爱讨海，因要是会逐工观察海象，考虑到海内底活动，对因来讲，做海女的意义已经超过趁钱，是一种甲海共存的生活方式。公司新闻优派准备约。今年，咱调查局设置防治处来参加爱国梦联名亚赛拜兰的年会。泰资集团的案件，向选做是15年来查办的最佳案例。
因为这事实上，咱台湾因无加入国际刑警组织，这侦办的过程，定定拢会受到阻碍，尤其是这跨国查办是尤其困难。公布这种一阵破声叽叽叫，调查局说风处官员参加爱德蒙联名年会，参赛第一摆摕到最佳案例，得到国际肯定。那相关票通过初选，各位106票内底摕到76票，在决赛内底才出到调查局的参赛案件，就是泰铢集团的设计案，展现了就是我们国家执法机关、检察机关跟全行政机关间的一个协调合作，短时间内就侦破这样一个跨国这么大的一个集团，然后查扣的那个不法资产的金额也相当的高哦。爱德蒙联名是世界上规模上大的国际防治洗钱组织，无向国家做单位是由全球司法管合体金融情报中心组成，目前会员超过180个。调查局用台湾洗钱防治罪名机，伫1998年加入甲即马。中国没加入是因为它在这个独立情资的交换，还有金融机构的一个情报运作方式，跟艾格蒙要求的标准还有一些空间跟距离。即摆承办泰铢集团案件受高度评价，就算国内无被害者，咱的执法单位依然专心投入，防堵跨境犯罪，暗过处理个人受害涉外刑案。受害毋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调查定定登去。我没有加入，要找到尤其是跨境犯罪的这些加害人，可能会有处处碰壁的现象，也就是说效率上可能会有一些缓不济急，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所谓的金流都不晓得流到哪里去了。超大结束的国际警察合作论坛，南邦高国的苏瓦第年警察总长也表态力挺台湾参加，因为无伫国际刑警组织内底无法度及时摕到证据，就惊扎入万一步错失破案的先机。记者综合报道。面对天灾，咱人无法度来掌控，万不应出意外，这救援的黄金12点钟是上界重要的。这瑞士的 AI 高峰会今年就展出真侪种的这救援技术。包括无人车、甲财政地图等等，会当甲物资送去更较需要所在。伫突击队内面，搜救人员持续找可能搁活来的人。灾难发生了，每1分钟拢有可能来决定生死。为了要缩短救援的时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德国的航太中心合作，研发结合 AI 的两栖无人车。We are presenting here our application of how we could use space technologies, which initially have developed for the use case in aeronautics, but also space exploration in humanitarian or catastrophic scenario response cases. 这种车搭载感测器和摄影机，会当远端操控，经过积水土埋，甚至是讲手悬的障碍物，甲救援物资送入去人真歹到的灾区。研发团队表示，讲这项技术是对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需求来的。过去捌有维护人员伫运送粮食的过程中不幸过身，因希望透过远端驾驶来降低救援人员的风险。除了无人载具 ，AI 嘛斗分析灾情。Everybody can check it out, Hunger Map Live on the internet. You can get real-time data, and right now we're even looking into forecasting food security 90 days into the future. 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利用 AI 来提高物流的效率，而且透过地图及时掌握粮食的危机。另外一个团队是找超过600个职工，利用手机来辨识建筑敢有受损，短时间内就完成大量灾区的标记，帮助救援单位升去受灾上严重的地区。Manual mapping still provides the best quality. However, sometimes speed is more important. 不过专家提醒讲 ，AI 有测嘛是需要挖刻历史数据。面对这么侪变化的极端气候，恐惊嘛是有真侪限制。伫1分1秒拢要抢时间的灾难现场，人类的判断力、安怎和电脑的速度互补，考验各国救援单位的智慧。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咱来看这澳洲当地土仔收集所造成生态问题，到即马这野兔已经受到几亿咧算的。虽然讲这政府有大规模的汰杀行动，这数量也是控制不落来。对郊区的公园到澳洲真热切的所在，兔仔是真多。主题区的兔仔挖的棚坑甲山洞，除了害人跋倒，搁地书涂骹落落。而且这寡兔仔实在足够生团，因是对19世纪末期引进澳洲的一个品种，伫当地无着人。
已经致使一场全国性的灾害。日本的高区新主体开发区，居民便若看到土仔就真惊吓。为着避免土仔入侵后庭，居民设围栏，用网仔加菜园啊，也是花园搭的。有人甚至到专门赶土仔的超音波仪器。The rabbits, they don't go on a holiday. They are here all the time. They're here 24/7. We have to put up some sort of exclusion fencing just to keep them out. Otherwise, I wouldn't have a nice garden that looks like this. 嘛是议员的凯西市副市长邱乐小讲，选民上定真正的问题就是土仔，当地政府也调集专家协助处理。掠土仔业者上定用的措施是甲一氧化碳灌入去土仔坑内底，也封锁每一个出口，确保土仔袂走出。What has happened is all the oxygen has been depleted, so these rabbits, whatever rabbit will be in here now, is now choking. 虽然这个做法真残忍，不过居民是真满意。当地居民为着赶走土仔，就要开几万到10几万的地票。不过农业的损失是搁较正力，数量惊人的土仔，当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43.6亿的地票。除了算长农作物，土仔造成的损失有时阵也互人料想袂到。What the rabbits do, they actually contaminate the pasture. They urinate on it, they have their dunghills on it, and they keep on digging, scratching. So where they've done that, the stock don't want to eat that grass. So that becomes a major problem. If a horse came along, galloping along in the dark, fell into one of these holes, they could easily break a leg. And if a horse breaks its leg, it needs to be put down. 饲马业者甲农民只有是找拍打的专家，因为土仔日时会避开，所以大人是趁暗时啊来掠土仔。因的空气清有到热成上瞄准镜，会当准确找到土仔形影，甲因弹好死。Got him. That's a hit. He's down. 土仔肉人逐暗会当杀50只到100只的土仔，不过土仔是超过2亿只，安怎拍嘛无较绝。要解决土仔的问题，唯一上有效的方案是利用生物防治。在1950年代，科学家用黏液流的病毒成功消灭澳洲98%以上的土仔。不过活落来的土仔产生抗体，因为新病毒株的研发平均要6年到10年，佫需要政府一直来资助，这也显示因研发资金严重无够的困境。We don't have long-term pest management funding in Australia, and even though we've got a strategy for it and we've signed up to it, we haven't put the money into research to find one. 只要条件合宜，土仔伫短短1年到1年半的时间，生团数量会当成长100倍，直接威胁到300多种的本土动物甲食物的物种。专家警告，政府若阁继续急放，未来付出的生态甲经济代价会互咱料想袂到。公司新闻张淑芬朋友。你敢有看过一种身体模样，若像一只猪、耳啊像土仔，喙长长。若讲到食白虾，伊是专门区的。这是一种号做土豚的动物。英国一间动物园最近就有生一只，咱做回来看卖。规身躯焦焦幼幼的皮肤，耳啊大大皮，佮有长长的猪片啊，一只拄出世的动物，是英国切斯特动物园的新宠物Womble。I was lucky enough to be the one that found Womble on the day that they were born, and I definitely squealed a little bit and did a little jump up and down. Womble 是土猪仔囝，主要栖息伫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食白虾甲狗虾做食物。因为外形像猪，佮会乌土坑，所以伫南非的名里嘛有地猪的意思。今年4月初3出世的Womble是切斯特动物园94年的历史中第2只成功出世的土猪仔囝。目前也分别出是公的也母的，不过出世的时健康。保育员嘛真紧就发现土猪仔阿母的年水无够饲，为着卖互土猪仔囝摇巴肚，园方嘛启动24点钟加产的计划。We quickly noticed that the calf wasn't putting on as much weight each day as we would expect, certainly compared to other zoos that have had successful aardvark calves. So at that point, we decided we needed to just be a little bit more hands-on. So we let the calf stay with mum sort of all during the day, and every sort of few hours we were then just supplement feeding with some supplement milk as well, just to basically top it up and make sure that it was getting everything it needed to grow. 园方这么用心，是因为目前全欧洲的动物园敢若68只土猪，全世界嘛敢若剩114只。虽然野外土猪也未到灭绝的程度，不过生存的挑战是愈来愈多，和保育团体是真烦恼。
human populations grow, we're just gradually taking over more and more of the space that's meant to be for the wild animals. So habitat loss is a big one. They are actually hunted occasionally out in the wild, being sort of a bit pig-like in appearance. They obviously look like they've got quite a bit of meat on them, so they can be hunted. And as well, there are conflicts with humans, with locals. 在保育员的认真照顾之下，这只模样古怪、所看到后代个古水的土地仔囝，当咧稳定成长。园方唔但希望往母会当健康养囝，嘛希望趁这阵仔的热度，呼吁全世界关心非洲的野生动物生态。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译。下晡天气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4度，中部地区26度至34度，南部地区27度至34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高岛地区28度至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